来继续要来讲高雄茶山的台湾山猴，愈来愈唔是款，像有一打这个乌脸蛋，这高山咧是常常来抢食。头家娘实在想无步，怎样举迄种佚佗穿，象征这个高山咧要甲吓，要甲赶互走。但是这种的行为是毋是违法的？农业局讲，这头家娘是属于正当的防卫，毋是恶意要甲攻击，所以这无违法。 水开的乌脸蛋头家娘也穿上阵就发射，引起着民众骚动。头家娘的动作是正熟手，月头转来打位。原来伊客穿是佚佗物啊，就是要甲定定偏芳来抢劫的高山啊，赶互走。来咧，啊，随甲我抢了了。我若随款的拢，都迄个安尼卡的地咧。有若甲我如果变过，乌脸抢的迄小滚滚的，啊大肠拢即摆拢唔敢下外口呢。摕一个原子枪啊，迄也袂伤人的啊，在下狗尔。咱咧讲内底都无法警告都藏袂掉啦。 人过嘛是去来抢啊！你讲也袂对，掠也袂对啊！高雄茶山的山脚，一间乌脸蛋的头家，因为想接有高山仔来抢，实在是挡袂牢，互抢甲会惊，就摕假枪来吓。莫走，莫走，好大莫走！记者实际到现场，当场就看到有高山仔甲规包饼拢抢去的情形。不过用假枪来赶高山仔，敢会有违法的疑虑咧？不鼓励去使用这样子的方式，我们建议说尽量不要在户外。 去食用食物，或者是拿着黑轮走来走去，这样的状况会引起猴子想要去拿这些食物。只是为了做生意，防止猕猴来侵扰，没有违反野生动物保育。民众为着避免疯抢，想尽办法要来赶高山仔。虽然用假枪是正当防卫，无违法，不过专家也是建议用其他的方式，甲高山仔和平相处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